头等下讲来关心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牵涉金华城案，黄基亚即马黄基亚受到禁见，昨昏北检是第三届个提审，另外北检嘛以证人的身份集团将都市计划委员黄大生甲都委会的专案小组成员房正明，佮以被告的身份集团国民党台北市机关应晓比的助理陈嘉敏，要来厘清用这律审议的过程。也若民进党台北市机关干事陪审指控郭市府2021年10月先发予金华城建造，要到11月才去签协定。台北市都发会即嘛解释讲，是因的时间写唔到去。双手靠咧面无表情，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对警备车行落来，牵连到金华城案，互羁押禁见，才被予北检3度提审，针对最近证词有无共的部分继续小比对。今天有针对政治现金的问题来问吗？证实了后，郭文哲委任律师面对外界关心案件进度无计讲话，检连继续追查金华城案，也公布以证人的身份2度传唤前都市计划委员黄大生，说明审议的过程。黄大生当时徛伫反对的立场，指金华城无适用都更条例。经过2点钟的听审，悄悄离开。那请问当初为什么会持反对意见？我们不能谈 ，OK。同款互传唤到案的，还有都委会专案小组成员房正明，因为针对金华城当时争取用职奖励，房正明就捌这议会无相关的法源依据。当时候决议的过程是发生什么事情？是有持反对意见吗？在追查都委会审议甲决策的过程，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调比的助理陈嘉敏来做被告，进前是200万交保，煞被搁再互北检传唤。金华城案继续烧，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干事培也通讲，郭市府先合法金华城的建造，才签协议书，这是先上车才补票。台北市政府跟金华城签订的这个合约呢，居然是在2022年的11月6号，但他的建筑执照居然在10月18号就拿到，为什么可以先上车后补票？然后先射箭再画靶？针对议员这支郭市府2021年10月18先发予金华城建造，11月初六签订协议书，台北市府都发局回馈讲时间有唔对，10月初六就签协议书，不过这款的讲法民代无信道。到底是金华城有预先的这个神机妙算，还是金华城跟市府那个时候已经有默契，容易一定到得了手？你先帮我这个发建造呢？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奇怪、不合常理的事哦。民众党是回应讲，无法度针对台北市府讲唔对的内容来回应，也指控议员黑白讲，必须爱谴责。游淑慧是发声讲，都发局爱老实，莫个为金华城来钱。记者综合报道。